有吗？我们珍惜生命，也相互加油打气，选择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良，就能让平安健康和你我相伴相随哦。现场的朋友，今天晚上我们是义务音乐演出，还有现场也正在进行征签活动，不仅仅是要为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法轮功修炼人讨公道，同时呢，也是在维护我们每一个想要做好人的权利哦。请您支持现场进行的征签活动，谢谢。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这首展现我们台湾正面和强韧生命力的乐曲，是哪一首乐曲呢？先来卖个关子，我们请乐团赶快带来这首好听的乐曲，请。带给我们实践当中身心的健康以及美好，那也希望您不会受到中共媒体的影响来误解法轮功。同时呢，也呼吁我们共同来关心一个基本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议题，一起支持反迫害。接下来带来这首宫崎骏动画电影《天空之城拉普达》的片尾曲，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。带来这首《Kimi no Se de》，伴随着你，我们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充满能量的乐曲听起来非常的耳熟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首乐曲的曲名是什么呢？举手。刚刚这首乐曲，高山青。就高山青，来送给你精美手工莲花，谢谢，祝福您新年平安。没错，他只记得阿里山的姑娘，你看看，大哥还没比赛哦，他还有少年，对，是高山青。对，这首乐曲真的非常充满能量，跟您听到的习惯的都不太一样哦。我们常说信仰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，那法轮功是古老文明的性命高修气功修炼哦，不仅会让身体健康，那遵循真善忍来做人做事，更是在回归传统的文化，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哦。您眼前看到的我们每一位义工呢，平常都
都有自己的生活还有工作。那因为亲身受益了，所以今天是自发的参与义务的演出，还有我们现场的征签，不但没有拿工资，也不需要打赏的啦。那诚挚的邀请您走过路过也真善美的插曲。粤语真善美当中非常多的插曲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隽永好听。那接下来我们热烈掌声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唱哆瑞咪带来这首乐曲，谢谢。solo 以及乐团朋友带来这么好听的哆瑞咪，您刚刚有跟着唱了吗？现场的朋友，疫情以来相信。
乐曲听起来非常的耳熟。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首乐曲的曲名是什么呢？举手。刚刚这首乐曲